安怎你好？按照我想起屏东嘅六队客家文化人气，该为好了么？当好了啊！第街你就得看到南北腔样嘅新菜苗煮菜汤，咪就得看到南北冇腔样嘅竹子焖料么，还有当到特色。该爱用办起，抢错慈强河到屏东火车站沙顶攀茶，转错台湾河巷，就做得到六队客家文化人气。好，请问下一병茶係幾多點呢？抢错7:21改变慈强河。請問還有會有麼？我係買一張船票。一下是春到起票，怕差唔多21分鐘就會到屏東茶頭。冇相干，我係買一張車票。好，到屏東計慈強河船票一張48元元。你係100口，請問第哪張月台上車？搶到5A月台上車，提醒你下禮拜做得先到台灣鐵路苗站停車位票。很好哦，請問兩票時間要帶乜嘅證件咯？第二證件或者護照，韓國填票先公嘅電腦台碼就做得兩票。我知咧，你係你嘅火車票，到屏東站嘅慈強河船票一張，收你100口，找你52元元。好，希望。